术水阁好，阁请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今日咱来开讲一条歌。这毋是流行歌哦，这是较早党外运动的时代，踮伫咧政见发表会、演讲台顶所唱社会运动的歌曲。作词作曲王明铁老师，这条牺牲换来角醒，歌词安尼生伫咧唱，讲失去尊严来被压迫，人生有啥意义？人无自尊，像无灵魂，社会已无公理。歹命人爱觉醒，打拼有勇气。荣华富贵无啥意义，社会追求公理。台湾人爱觉醒，打拼为自己。荣华富贵无啥意义，牺牲换来觉醒。会记得讲2012年的时阵，国政有一摆访问到苏贞昌苏院长，伊嘛讲较早咧抗争，大家坐做伙，手牵手拢咧唱这条《牺牲换来觉醒》，互伊是真感动。讲到写这条歌，王明老师，伊较早骹球少年时踢了真好，踢到变代表队，汉草原啊真勇的人，就是看到讲党外时代、党外杂志一本经备总部拢来抄，种种无公平的代志，规气义大莫咧，发挥音乐的天分，发挥音乐的灵感，开始写歌，写台湾魂，写牺牲换来觉醒这款歌，要叫醒台湾人的心灵。伫咧党外所办政见发表会，较早要哪有人敢徛台坐镇，无艺人敢去咧唱歌啦，就敢若王明铁去咧唱家己所写这的歌。听到这条牺牲换来觉醒，咱来想起党外杂志《自由时代周刊》的创办人郑南榕先生。伊是代代铁学的毕业，讲起来是知识分子。伊的心胸真开阔，佮真有担当。伊讲无论记者还是学者，恁写文章投稿来我这本《自由时代周刊》，我甲你讲，连路命都毋免，因为一切责任拢我来负担。原因伊就是要争取台湾人有100%的言论自由。毋则为着这个目的，伊去看，迄当阵台独联盟世界总本部柯世凯主席所写《台湾共和国宪法草案》。柯教授就是主张讲，有一天台湾人来引导外来政权，要有一部新宪法。结果看这部新宪法的草案，踮《自由时代周刊》，煞造成接到检察官发传票来，要调郑南榕去问，讲莫非你这是叛乱？郑南榕讲一句话，讲国民党绝对掠袂到我的人。而且伫咧1989年4月17日天，郑南榕将家己关伫咧《自由时代》杂志社内底，外口面定的警察围做伙要来掠郑南榕，无奈伊用火来了断家己一生的性命。听这条牺牲换来觉醒，咱真正怀念讲过去有遮尔济勇敢的台湾人，亲像歌词内底咧讲的，台湾人爱觉醒，打拼为自己。荣华富贵无啥意义，望讲牺牲会当换来觉醒。